根據統計，在台北市呢，超過30棟而且無電梯的這個老公寓呢，有8萬多棟。住佇個舊公寓的這個老大人，其實處理是真無方便的。所以市政府是推出補助這個舊公寓呢起電梯的政策，上懸是補助到480萬。目前在台北市信義區的富台社區，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。無需要閣行樓梯8懸8階，電梯起落去就使行到門口口。住佇老公寓的居民陳淑嬌講，以前厝內底的老人因為行動無方便，無法度爬樓梯，就干來使踮佇厝內。後來因去申請台北市府的電梯補助，電梯起來了後，厝內底的老人閣會使逐禮拜出門去買菜。你若無電梯吼，完全攏袂當出來，就干來關佇厝內，都規範人的意思共款啦。即馬像我家己厝的老人啊，即馬出門一禮拜會當去市場去2工去買菜。係買伊家己食的物件呢啊！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的社會，老人人口超過450萬。根據內政部的統計，台北市超過30年而且無電梯的公寓就8萬多棟。對住佇樓頂的老大人或者是行動無方便的人來講，要出入都真困難。針對這個問題，台北市府自2015年開始推出補助舊公寓起電梯的政策，目前有100多件已經申請通過。逐戶安尼去問，有誒我就家己住家己的樓梯，就有人無同意啊。哎呀，要簽嘛，有誒無愛簽啊。哎呀，到尾啊，阮就甲一半了後爾，阮就送件。台北市政府指出，只要公寓起超過20年，是6層樓以下，而且當作厝體來使用，超過一半的住戶同意就會當申請。補助金額會使到300萬，若是符合途徑證件或者是特別的地區，上懸會使摕到480萬。未來放寬相關的標準，也就是我們會針對家戶的身份。也就是如果家庭只要有一位是65歲以上長輩，或者是育有3歲以下孩子，也或者是行動不便的身障朋友、低收入或者是有長照需求，我們就把整個補助再提高。台北市府表示，政策推動的過程中有接到民眾反映條件傷嚴格，或者是為了起電梯取消法定的停車位，就閣愛納一筆代金。未來會將代金取消，賣甲條件放零，希望鼓勵民眾起電梯，讓大家生活閣較利便。記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